欢迎回来，甲咱语言之声少年人的现语广播电台。今仔日呢，共款要请这个阿德来讲一寡。我要问，其实要问两件两个代志，两项代志啦。你讲，一项就是你即马咧做台语，其实毋是讲全台语嘛，有诶时阵来宾伊嘛会讲华语对无？我要求家己全台语。对啊，毋过别人会讲华语啦。伊若小可参咱会使，但是一定要有台语的成分伫内底。你即马咧做这个 podcast， 你有啥物目标，还是讲标准？你每一集差不多有啥物款的主题？你规个这个 podcast 的走向，差不多是安怎计划安尼？其实拄开始当然，所有做 podcast 的人应该拢是共款啦，差不多2.1年左右。因为疫情了，等开始有一寡想法是讲啊，嘛翕伫厝诶嘛，毋管你有势头伫做无，翕伫厝诶是讲有一寡想要讲诶代志，你甲人诶指甲变少，所以希望透过即个方法会使甲家己诶想法出来，这是较大家拢有即款想法。那另外一部分我拄开始其实嘛，只是想讲，希望留一个物件是我若过往诶时阵，伫咧即个个别室顶悬会使放，或者室场，莫永远拢放一寡什物哀乐啊，无请人来单说，你若放一个你声伫讲故事，敢若袂歹。拄开始是安尼想尔，只是讲迄个时阵可能主要是以访问为主啦。那后来真正开始做台语诶故事诶时阵，其实毋是为着台语，是为着台湾 IP 即件代志。我就讲，我一直希望讲。迄个时阵主要是讲耍真济，甲日本有关的，即个毋管是电动啦、啥啦、红仔册啦、动画啦，你拢会使插到一件代志，因甲日本家己文化内底物件，会使讲，你要讲伊耍甲烂去嘛无毋对，但是伊烂去了，有法度继续耍，佫耍甲伊佫耍出新的物件。那台湾一直你要讲台湾的文化是啥的时阵，你要讲你是台湾人，证明你背后的文化是啥，你讲袂出来。但是咱毋是无遮个故事，譬如讲，我就会讲，恁遮个人就是无文化，嘛是有可能啦。毋捌你兼无。但是我感觉无效嘛，我希望讲台湾真正会有搁较侪人会使打下即个基础，就是讲今日要讲到妖怪，比如讲日本的妖怪，大概清仔拢会使讲出一大摊。你 YouTube 顶悬一吹吼，什么天皇的囡仔安那吼，什么天狗安那吼，所以你伤济啊吼。那台湾敢无家己妖怪？台湾敢敢若讲会出模型啊？模型到底是啥，大家嘛分袂清楚。所以既然安尼，不如就是来讲遮个物件。就希望讲，我其实是拄开始做这台语的故事，台湾全台语台湾一开始是想着讲，我希望互大家愈来愈熟悉，包含咱大概可能较知影台湾富乡三大奇案，或者讲清代的四大奇案啊，等等五大奇案，遮个物件开始妖怪，或者是鬼，或者是等等遮个物件是。大家拢已经真清楚、真知影，当单小娘伫咧全台湾通人知的时阵，斗志伫咧台湾通人知的时阵，因才有法度互人一直变化、一直摕来生出新的无共款的物件出来。我想只是安尼想。那你要讲遮个过去的故事吼，真济，毋管是真实还是传说的故事。伊拢有一个基础伫咧，就是伊是伫咧台语文化内底发展出来的。然后，除非你今日讲的是原住民的故事，当然咱可能就参纳毋着原住民的话语。但你若是台语的甲台语有关系的故事，一定是台语伫做基础。你今日用华语来讲陈守娘、林头姐，我可能就起价无配想，就敢若有人甲你讲，想讲林头姐是姓林。名好多头姐啊！或者是讲，就是讲，就刚刚听到即个顶边所咧讲顶边错啊啥不管，伊对蚵仔煎啊，你对讲怪，所以我讲红龟果，对红龟果你安尼个读是毋是？对吧？你咱嘛想无，你嘛要讲一个菜头粿，对啊，萝卜糕就罢了哈，你来讲萝卜果啊啥，你就讲足奇怪，所以。你就知影讲文化甲语言之间其实是绑做伙的，所以我才想讲，既然咱我想要用台语来讲遮个物件，既然我台语有法度讲，有才调讲，咱就用台语来讲。但都是做到一定的程度上，开始愈做愈直接。你察觉到一件代志，就是讲，会出现一个问题哦。我的听众敢有法度听有我伫讲啥？因为早期我都开始做，其实是无一定爱用台语，我是用华语做后面啊啥时阵。电脑迄阵收听比我拄开始做台语的收听较济，这真济差几落倍。那我就咧想讲，
安尼我就要用满载笑牙因的迄个专有的这个表演，那是你自己的问题吧？我回是咧，不是，我是讲听众朋友，反正是伊的问题，但是咱来解决伊的问题嘛。我既然希望伊做我的听友，我就希望解决伊的问题。那要安怎创咧，就是希望互更较侪人甲即个语言找回来，所以就开始才会较注重着台语。尤其你用台语讲话，或者用台语你做节目的时阵，你开始会察觉到哦。语言平权这件代志原来是真重要，真侪人无感觉、无注重着。当你属于这个族群的时阵，你对这个族群有认同、有意识的时阵，你才会察觉到族群的无平等，是讲族群之间的问题伫倒。所以才会开始注重。哎呦，咱拢去互人讲红弄霸权啊！啊，你来看是啥讲的？对啊，这咱今日可能无讲较重啦。吼，你若要讲较重，咱咧这个对啊，不要紧，你来我节目，咱讲2点钟。好啊，好，但是甲错干掉无啦。OK，咱无这个唔惊这个问题啊。但是你就是会使感觉到这个代志，所以才开始讲。我希望台语这件代志，互大家愈来愈看会到，而且是。毋若伫故事内底，毋但是过去的代志，未来的、现在的天文、地理、数学、运动，所有代志应该是会使讲万项的，因为你察觉到语言之间的问题，甲华语甲台语之间伫咧历史发展所伊拄着的伊即个遭遇的时阵，你嘛会感觉讲真，毋管你讲疼心还是安那，你希望讲即个你属于你家己的语言，应该是会使更较好啊发展，所以才会愈来愈。主动去推测，或者讲愈来愈主动，希望互大家了解讲即个语言是安怎伫运作的。之前捌访问过迄个李启曼老师，伊就讲过，就讲你若是袂当用台语吼，伫立法院内底甲人讲话，讲你的政策，无法度用台语伫学校教册，无法度用台语伫即个咱着外交的听，迄个即个一寡迄个。因拢食饭啊，请迄个外交官来的时阵啊，你都无法度用台语来讲的时阵，安尼台语就真正有危机。对啊，无毋对。立法院，我讲你爱考虑看嘛，因为即摆毋是有迄个翻译。翻译归翻译，我拄则想到的是讲即个，你若是敢若伫立法院晓讲，敢会使插队，我讲你是无准水。你爱修理破啊，修理破啊，修过离经啊，修合嘛，含挂，你敢若晓讲这是无吼？你真正有法度讨论代志啊。当然，当有较好啦，就是包含讲统一即件代志伫现场。对，你嘛爱看咱的这委员，这伟大委员是毋是愿意听人翻译啦？对，其实就是因为这就是其实咱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啦，其实咱台湾是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呢。教理应该爱是安尼，对啊，补充一下，教理是安尼，系啊，事实毋是安尼。照讲应该是安尼才对，参像马来西亚遐，就是语言真济。啊，我听迄个马来西亚朋友讲，其实因就是华人即边的，啊，甲马来西亚伊本土足济无共款的民族，啊，佮有即个信迄个伊斯兰教的，因其实已经是普通是因较袂够差，啊，因就专心。去用因的即个语言啊，过因的日子，啊，讲因的故事，过因的文化。其实我感觉这嘛是一个真好的一种社会，这种虽然伊嘛有足济即个因民族之间的问题，啊，毋过这敢若是一个方向咧。族群的冲突当然是一款的社会伫推动时会拄着的问题啦，毋过。过去咱一直互人灌输一款观念，就是讲你要有一个共同语先无讲是安那共同语是华语吼，你先无讲。但是我知影像马来西亚当有真济人，因其实伫推动一款艺术，伊用伊的话来讲啦，吼，咱的话来讲，意思讲你家己的语言，但是咱听有别人的语言。互通的方式，毋是干那讲一定要有一个标准的共同语，大家拢爱讲共款的话，应该是咱若成长过程当中，比如讲真济袂晓讲台语，甚至伊毋是台语族群的人，但是伊大概拢听有台语，可能7、8成拢无问题。那你自细汉的环境内底，就是各族的语言拢有，你无一定爱会晓讲，但是你大概拢听有情形，你会使讲你家己的语言，听别人讲啥，毋管伊用什么语言，伊用哪一个族群，安尼嘛是一款互通的方式，无一定你爱完完全全有一个
毋管是讲占独一性的即个霸权性的即个语言，即个官方规定，其实嘛毋是官方规定，但嘛无官方规定即件代志。但是已经调掉嘛，所以头甲死啊嘛，所以就是变成讲，但就是大家拢必须爱使用华语。你讲其他语言我听无，我就认为讲你啥若袂甲我讲华语，即个代志本身是有问题。像就我嘛听有啊，台北车站、台北茶站。对啊，其实你若详细去听，伊若愿意讲较慢的，包含客语在，当然原住民语真可惜，就是咱过去以来一直无受到重视，所以咱无法度讲加加减减听一寡，但可能较好一丝丝啦。嘿，一寡小姐妹话可能加减啦，牙爱好啦，吼像即款的物件，啊，搁加减听有。但是上无客语，若讲较慢，有当时咱看听有。嘛有啦，就是用的嘛有。字其实你若学过罗马字，比如会晓台文的人，你就学过罗马字，你去看客语的罗马字。基本上我有试过啊，我袂晓客语，你会使看6、7声以上无问题，你看有这是真特殊的一个情形，但是你会使感觉着讲语言迄只是。啊，你就是古早时代传教士因毋就是安尼？因就是有这个材料啊，对啊，传教士咧来台湾的时阵，咧用啥物客语、用台语咧传因的迄基督教、天主教的时阵，爱有原住民语，因就是因为有罗马字咧做。因的主要即个，对啊，伊就听有，伊就写有，伊就看有啊。伊靠文字甲记录落来了，因传教士之间过使一个传过一个，所以大家都自然学。遐我甚至人免先教，我就先会使学一寡即当地的遮个话语。那来到遮，我其实就使有甲你基础互通嘛。啊，咱听着伊上无小众妹会晓用你的话，迄个起码字就无共款啊。我讲是安尼。当然后来我家己做频道有即个想法了后，也是。故事的方面也是继续做，因为 IP 化对我来讲嘛，也是一件真重要的代志。但除此以外，就是方面的物件就变较济。我一年调工甲增加，就是讲，伫咧目前台湾各种领域伫咧做甲台语文有关系的代志，伊有即款的作品，毋管是歌你是歌手，或者是你是画红仔册，你是作家写台文的作家，你是做舞台剧做布袋戏、做歌戏，拢共款，就是因会使来讨论台语主播嘛有就是各种各样的领域内底的人用台语会使来做电视来做表演，或者台语来生活的人，会使甲遮个物件大家call我来咧，互大家知影讲你的生活当中需要这一切，其实台语拢做会到。嘛希望讲成就一个倒三共推测啦，成就一个台语的产业，就是讲今日比如讲有囡仔的家长，我需要互囡仔一个台语的教材，我要去打找，因为这是真侪父母的困扰，台语家庭定定拄着即个问题，就讲伊要参加活动，要去出来去看一出戏，到底什么款的剧团、什么款的戏班因做出来的即个台语剧是真正台语剧，讲真正台语剧是讲较袂出现讲我虽然写讲我是台语演出，但是可能内底敢若20%，因为80%是错干六条的时阵是台语，嘛这是一款就是到底这比例安那俩，歹人拢讲台语，这戏剧嘛定有即个问题嘛第二就是讲袂因为现场讲有小朋友听不懂，有听不懂台语的，所以我都那是你自己的问题吧？这句大概学起来。都是有这个问题，所以希望吼愈来愈侪人知影，就讲慢慢伊会使成就一个产业。咱当然会使看到讲出版即个部分是已经较稳定啊。当然还佫有真侪欠缺，但是上无大家豆豆伫补足即块。那音乐的部分，囡仔歌像公司台语台出即个咱的歌，其实伊都是真好的一个作品。毋过敢若一地是无够嘛，伊总是会听较深的时阵，所以伊就需要佫较侪人，佫较侪投入的资源，甲人拢入来。那咱无法度做这个物件，比如我不要做剧，写书可能会使做剧无法度，那咱就会使互更较侪好的作品，互真正大家介意的会使来买，会使来支持，会使来知影有人伫做这个代志，有这个信心继续行落去。像我即摆咧做台语的戏剧，台语的脱口秀，佮即摆佮咧做台语录语，家己本录语拢用做台语来讲。其实实际上表演的时阵，其实台下的观众是听有的，因是爱因笑的时阵，迄笑点因是有法度去知影讲这是笑点，大家来笑。你就知影讲因袂晓讲，袂晓写，袂晓看，毋过其实会晓听。对，安尼会晓听台语戏剧若是会当推撒出去，其实台语就偷就走来因生活内底啊。对啊，嘿啊。我浸水性嘛。对我第二个问题就是要问你讲，即摆宜兰少年人讲台语的比例是毋是有当咧减？
你少年人的定义是啥2000年啊，我拄着讲2000年，我想讲是以我做标准少年人哦，确实。我想这是全台湾拢会拄到的问题啦，素质管制讲台语虽然讲电脑也较好一丝丝啦，毋过嘛是共款的问题。只是讲我对我来讲，可能有一寡偏差，是因为我伫咧传统市场，我工课看传统市场的，所以传统市场内底台语也是上主流的语言，包含我伫咧内底做放送、伫讲话、伫甲别人记者、伫讲代志，其实原则上会使讲是拢台语啦，毋管因是要相骂相让吼，举倒相抬嘛，或者是要讨论代志吼，其实原则上拢是全台语，所以变成讲我较歹去比较讲到底即个少年人退即个台语退到什么程度吼，但是就算讲是伫咧传统市场内底第二代、第三代接手的少年人，你听伊讲话也是会知影伊的台语比例。加降真低，甚至搁较少年一寡，可能伊20外岁啊，吼，愿意接出来即单位的一寡事业，卫生你其实袂歹嘛，吼，伊会愿意接的。迄款的就可能你真正变成转华语甲伊讲话，因为听无。我会问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我嘛就惊讲有一天迄个咱的宜兰腔会无去，因为我家己已经甲放无去啊。讲实在，你要讲到腔口，我认为大部分的腔口无去早晚的代志。因为你爱先有台语，才有腔口。这是伊基本盘嘛。那连台语绝对无去的情况下，你要讲即个腔口要安怎转化有困难。搁加上讲交通愈方便，网络啦、电视啦，这媒体佮愈侪的情形来讲，你本地都会有消息的问题，即讲会参揽成一个新的统一的腔口，就是标准化嘛。因为你当变成讲较早大概像即有政治人物讲母语伫厝学嘛。其实你袂使讲伊完全讲毋对吼，毋过照你讲，应该是讲你生活使用的母语伫厝学，那较复杂、较深的物件，比如讲你今日要用台语来讨论即个天文、讨论数学、讨论相对论、讨论啥的时阵，这物件用这个语言来学习这个专业的领域，选伫学校学，我讲应该分两款。但是当因为家庭内底已经失去互你母语的功能啊，所以咱就变成讲，即个物件必须爱伫学校学。那你学到的就是统一化的标准。学校的教师有新的教师嘛真济，但是伊无一定有在调教你当地的讲法，你在地的腔口。台南的教师无一定有法度全部教你台南腔，宜兰的教师无一定本人有台南腔，宜兰腔，所以这是腔调无法度。那伊的标准就是咱知影讲，当有一个有色腔的存在，是较我高雄腔嘛。但真济音，毋管讲法发音，对我来讲当然就是无共款。所以我前几工嘛伫 Facebook 顶讲。包含用词嘛是嘛，比如讲前阵仔看到地瓜渣的代志应该讲瓜莲咯，瓜莲大部分人知影瓜莲，除非你无食北来啦，你若食过北来一寡面点啊啦。昨阮要食瓜莲，店内就无啊，袂了。本地要食瓜莲，但是比如你讲瓜莲，但是对我来讲，叫做地瓜渣。我一直到大学甲听过什么做瓜莲，我看瓜莲就是讲是地瓜渣，是然后做瓜莲咯。这因为我自细汉到大出来定定会有即个物件，那我看到是阮自细汉就是。叫地瓜渣，渣就是渣掉，迄个渣，就是你。甲中部讲的应该就共款。台中或者计经吧，台中或者计经吧，所以这物件嘛，伫消息。你讲当少年一辈，比我较少年一寡人，伊看到，因为咱遮目前店头，比如宜兰，包含宜兰，这店头伊嘛是拢已经写光联啊，甚至伊甲你讲干联，干联汤，干无啥好，所以你就知影讲已经。用字共款拢会多过，搁较免讲发音。甚至我今日嘛伫做一场访问，你就讲，比如讲我讲语言腔是语言，对方家己腔豆嘛变成语言，你知道吗？腔口你爱当变成你要有意识去保留，才有法度留会落来物件。那当然大部分人连语言意识都无，搁较免讲腔口意识。安尼我来较请你食饭，我宜兰腔就会当叫倒来。欢迎。今日真欢喜的，请到这个阿迪吼，因为若是后盖有时间，我应该嘛会去上伊的节目，是一定爱来。台语的戏剧的部分啊，还有你的杜总，毋敢。
咱是即个语言之声少年人的现役广告电台吼，希望后一届佫会当请到共款咧做 podcast 的吼，因为做 podcast 的时阵，咱有一寡即个经验会当共同来分享交流，咱嘛会当较知影讲尾啊，咱即个语言班的podcast 后届要安怎改进，继续去进步。感谢大家，感谢听众，感谢阿德。感谢。